今日帶你睇一個中山賣得最好嘅一個樓盤啦，而且咧好多業主都係香港人喎，冇錯啦，就係我身後呢個樓盤啦。中山108啊，見唔見到咁嘅水景啊？同埋入到小區咧都非常之大氣，非常之靚仔啊！有埋泳池啦，綠化率都做得非常之好啊！咁同你講翻我哋嘅地段啦，咁我哋去翻中山個三寶會員店咧都係10分鐘，而且睇翻門口呢個位置，大型嘅綜合體，咁到時門口咧仲有地鐵站，直接去到廣州啦、深圳啦都非常之方便，而且仲可以去埋珠海嗰個方向嘅。咁而且我哋再有樓巴車就可以直接去到香港啦。咁去到好似香港嘅荃灣啦、太子啦，都直接喺門口嘅樓巴車直接坐車去到就冇問題啦。咁我哋講翻個戶型啦，咁呢度咧有兩個戶型，一個係47方同埋一個62方。咁47方咧大概就39萬就可以攞低佢啦，另外一個60幾方嘅就60萬到就可以攞低佢啦，都係可以俾到3成首期嘅。走啦，我哋上去睇一睇呢個單位係點樣嘅先。嗱，咁依家嚟到我哋嘅樣板間啦，呢個單位咧一共係42個平方，咁大概就500尺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你唔好睇佢咁細喎，其實可以做到3個房喎，驚唔驚啊？可以睇得到啦，1、2、3，一共3個房，而且咧麻雀雖小，5座都俱全啦。見唔見到我哋嘅廚房啦、獨立嘅廁所啦，全部都係有嘅，而且咧咁直接呢度小區門口咧就可以有地鐵站啦，咁你去深圳、廣州啦都好方便嘅。咁而且咧小區仲有個直通巴士，就係香港樓巴嚟嘅，咁直接咧可以去到我哋香港嘅市區內啊，所以無論去邊度都非常之方便。而且樓盤就係我哋中山嘅市區嚟嘅市中心啊，所以咁樣嘅單位咧，你中唔中意啊？